向面嚟向前，膊頭放鬆挺胸，下巴內收，眼睛望前。咁我哋而家做個4、3、2，我哋基本步打開雙腳，用 pat pat 帶動。4、3、2，我哋將雙臂擺喺扶手上面，盤式型，用 pat pat 帶動。4、3、2，我哋放向雙手，保持平衡，可以打開。4、3、2，側拼步。我哋而家就做個熱身步啦，就係前點步同埋側點步嘅。4、3、2，前點步。我哋個隻腳可以腳踭夾腿。4、3、2，我哋加手向前推。4、3、2，側點步，腳尖點向左右。4、3、2，我哋伸手向長推。4、3、2，前點步。3、2，側點步。4、3、2，前點步。4、3、2，側點步。4、3、2，前點步。4、3、2，側點步。4、3、2，側拼步。我哋而家就做雙腳動作啦，4個，就有開腿跳、合腿跳、剪刀二同埋右左跳。4、3、2，開腿跳，打開雙腳 ，pat pat 帶動。4、3、2，合腿跳，膝頭黐埋。4、3、2，剪刀葉，前後後兩下每邊。4、3、2，右左跳，拍埋每邊1、2下。4、3、2，側拼步。我哋跟住之後就做4個單腳動作，就有腳跟點、前點跳、抬腿同埋出場。4、3、2，腳跟點，腳踭貼喺個床面，每邊2下。4、3、2，前點跳，腳踭提起，每邊2下。4、3、2，抬腿，每邊2下。4、3、2，叉叉，1、2、3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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4、3、2，
做新春啊下肢訓練，我哋會做4個慢嘅，跟住就數4個快。3、2，我哋馬開出腳，pat pat向後。4、3、2，加快啦！
左右兩邊每邊兩下。我哋而家就將4個單腳動作連埋一齊，每個做8拍，做2彎，腳跟點，前點跳，側點跳同出，4、3、2，腳跟點，4、3、2，前點跳，4、3、2，抬腿，4、3、2，叉叉，4、3、2，腳跟點，4、3、2，前點跳，4、3、2，抬腿，4、3、2，叉叉，4、3、2，側傾步。好好，我哋而家就將8個動作，每個做8拍，就做2彎。第一個係開腿跳，4、3、2，開腿跳，4、3、2，合腿跳，4、3、2，剪刀葉，4、3、2，右左跳，4、3、2，腳跟點，4、3、2，前點跳，4、3、2，抬腿，4、3、2，叉叉，4、3、2，開腿跳，4、3、2，合腿跳，4、3、2，剪刀葉，4、3、2，右左跳，4、3、2，腳跟點，4、3、2，前點跳，4、3、2，腳抬腿，4、3、2，叉叉，4、3、2，側傾步。好啊，好好啊，大家。咁我哋而家就要做拉筋啦。4、3、2，我哋床頭腳。